今日要做嘅訓練係負重箭步蹲 ，Let's go！ 呢個動作可以強化臀部肌肉同埋四頭肌。雙手拎住啞鈴，自然垂低，雙腳大概膊頭闊度，左腳向前攬出一大步，保持上半身挺直，屈曲膝頭至90度，身體保持穩定，喺最底部稍作停留，感受肌肉嘅收縮，用力將身體向上推，返回開始站立嘅位置，重複以上嘅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。今次做得幾好，記住睇埋其他嘅片段，再 follow 我哋就可以獲得最新嘅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